意外咯，即係因為其實平時操都好難，咁其實25年其實都唔夠 future paper 難嘅。咁我係補咗 King's 補咗半年嘅時間啦，咁我最後喺 DSE 攞到5星星嘅成績。大家好，我係 Kimi，咁我係嚟自新生命教育協會呂國碧鳳中學嘅。咁我係補咗 King's 補咗半年嘅時間啦，咁我最後喺 DSE 攞到5星星嘅成績。King's 嘅 future paper 就好難啦，所以一直上精操語班嘅時候都覺得哇好深啊，我完全唔識做啊。但係其實最後 turn out 我出嚟考翻學校啲卷，就發現咦咁簡單嘅，或者可能即係學校全校都唔識嘅卷嘅題目，可能好似係 King's 見過啲卷見過，所以就覺得平時做啲卷就易咗咯，DSE 嗰啲都易咗。考完之後其實有啲沮喪嘅，因為始終2025大家會講係最難嗰份啦，所以我嗰下做完都有啲麻麻地啦，但係都發揮到唔少嘅，所以其實最後攞5星星又唔係話特別意外咯，因為其實平時操都好難，咁其實25年其實都唔夠 future paper 難嘅，所以最後都即係考完都雖然麻麻地啦，但係其實都有信心攞5星星嘅。如果可能你係一啲自己比較懶或者可能想再 aim high 啲嘅話，我覺得可以補 King's 咯。